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，买上100万全新的旅行车，转去才知讲车考察有说的有粒啊，后车小车棚嘛无坐，互这个车主气性落地，要求换车或者是赔偿，代志才要安尼过。车商讲袂当换，敢若会当定考察或者是延长保固的期限，车主无度接受，尽啊闹去消保会。消保官讲新车想要退回，都要有危险，或者是有啥物较重要的这个失角擦的所在，安尼才会当换一台。 即嘛，敢若会当家己顾牛屎。有贴纸的地方哦，这个是有砂纸磨过的痕迹。到问题所在，寄互记者看，敢若有垃圾仔的所在，就有超过30个。互车主最生气的，开正100万买这台全新的旅行车，是未到挂牌砍断去了后，才发现钣金有问题，真侪所在拢有垃圾仔。车后斗的棚嘛伤过大，佮一边大一边小，互伊气甲向车商要求要换车。他就说，比较严重的地方要帮我烤漆，我是觉得。 我是买新车，为什么要整个车子还要打蜡烤漆？那我都得跟买旧车不是两样。完成是4月11号开100多万买这台上新的旅行车，迄当阵无经足检查，就甲车砍断去。过工啊要洗车的时阵，才发现钣金有垃圾仔，佮有去找到，伊就随卡互业务处理，要求要换车。毋过车商说干那愿意退伊钣金，互车主真不满。面对指控，车商讲因提出真侪处理的方案，毋过车主拢毋接受，佮提出要降20万的要求。我们有跟他讲说，就是他所反映的那些事情，若是真的是有问题。 那我们施作下去，我们还可以再给他延长保固。他说他不要，后来他才说他要20万。买新车买到有问题的车，敢会当换车？消保官讲，新车要有真严重的问题，才会当要求退回。影响到行驶安全的状况下，才能够解约退款。譬如说是火烧车、爆冲、无故熄火3次等等。 双方的认知无同，对赔偿的问题无共识，车主嘛向消保会申诉，会伫7月初协调，希望车主甲车商会当顺利和解，互代志赶紧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